这礼拜啦，高雄市长就要补选，第二摆来参选顶届苏和韩国瑜的陈其迈，即摆转来高雄重新出发。若国民党的李美珍甲民众党派的吴益政，这摆选举，因三候选人拢是高雄的在地人，嘛拢有提出政策，希望家己的高雄愈来愈好。咱来看公司台记台记者做的高雄市长补选新闻专题。前高雄市长补选三卡都的局势确定，声势上悬的是民进党的陈其迈，伊离开行政院副院长，第二摆参选市长，讲要用2年拼4冬。民众关心4大问题啦，吼，第一是产业的转型，吼，第二是青年就业，吼，第三是这建设拢有较慢着，吼，第四是。包括讲空气污染的问题，要安怎伫短时间会当来解决这个问题，吼，这是非常的重要。支持者拍扑啊，抢要甲伊翕相签名，因为捌做过代理市长，所以讲到市政，陈其迈完全未青分。这位高雄囡仔伫2018年的选举，输予韩国瑜，刷落来去行政院磨练。陈其迈自认已经升级，是陈其迈2.0。地方政府甲中央一定要大家密切合作，吼，唔是互相对抗。我若做市长，吼，我会当。马上吼，甲这国际这一寡投资高科技的产业吼，会当离这2冬至3冬内底吼，来招因来高雄投资。讲到拼经济，国民党的候选人李美珍嘛提出政见，强调要互高雄人较好的生活。上简单的一定要互咱高雄人有好水通啊啉嘛。搁我希望咱的产业会当转型，爱有一寡软实力，你袂当拢一寡。足定的硬体起甲足水，毋过咱无咱的软实力，怎变逐个所在拢变文字馆。议员做过3届，李美珍伫3个人内底上少年，毋过正前的论文事件，互伊的形象受影响。虽然我的知名度本来就比较慢出来嘛，我等50天的时间，我要那扛迄个准备2冬的，准备几啊届的选举的人拼，毋过我嘛是会拍拼。50几天爱伫个高雄的38区行透透，对李美珍是一个大考验。伫个同一天宣布投入市长补选的，各有伊。把818亿是不是应该还给我们？如果不是，请你讲清楚，我们必点嘛。亲民党的市议员吴益政代表第3势力，唱声爱中央行钱。不是南北平衡，各自发展。我咪讲叫人大家以我白哦，这会散，不是对抗这个极端政治。要这个极端政治爱解决安尼问题个贫富差距爱解决，拼经济，也免那个顾环保。吴益政做过5届议员，这摆伊是甲民众党合作。虽然声势不如头前2位，不过伊希望高雄人唔通搁看政党。这是站在一个主体性，就是讲你了解问题本质，不是用政党来看代志。外界认为这摆市长补选是无对等的3卡都，不过纳入8拢杀出高雄的在地人，嘛提出政策，就等15号看高雄人到尾做出什么选择。记者陈家军赖维做高雄报道。